主后2024年11月初1，每日圣安宫读经，是英雄也是教训。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41章19、18节。加利亚的囝约翰兰甲军队伊的军官听到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所做的歹代志，就带所有的部下要去甲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交战，伫基遍的大水池边日着伊，互以实玛利掠去遐的人民看到加利亚的囝约翰兰以及甲伊做伙来的军官，拢真欢喜。安尼，遐个互以实玛利对米斯巴掠去的人，就活转身，走过来加利亚的囝约翰兰遐。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甲另外8个人脱离约翰兰的手，走去阿门人遐。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杀死阿伊甘的囝基代利了后，将剩落来的人民，包括查甫人、兵仔、妇女、囡仔、官员，对米斯巴掠去基遍。后来，加利亚的囝约翰兰甲军队伊的军官，将遐人拢救出来。因去到比利行附近的基罗德金汉，伫遐歇困，准备要落去埃及，通逃避巴比伦人。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暗杀巴比伦王所指派做省长阿伊甘的囝基代利了后，因真惊巴比伦人。是英雄也是教训。犹太官员约翰兰是这段经文故事的主要人物，伊扮演的角色袂输是英雄。当约翰兰知影以实玛利残杀基代利总督顶这人了后，就逃走，随时带兵追击，一路到伫基遍，对以实玛利的手中救出受俘虏的难民。对受以实玛利俘虏的难民视角来看，伫这场对着战中间，约翰兰宛如救赎者。当这群人受刺杀神圣的复仇者俘虏了后，每一个人心中充满无确定性，所行的每一脚步也充满着恐惧。因担心家己是毋是也会惨遭毒手，是毋是会因为以实玛利一个不如意，因就受害死。因敢会亲像留守伫米斯巴的军将，和前来献祭的朝圣者共款受杀害，然后尸体互弹点大坑迄角，也莫怪因会担心。因为安尼，当这群经历恐惧的人看见约翰兰率军前来救援的时，个个露出晶亮的眼神，心内想讲：这声有救啊！所有受掠的人拢欢喜活转身，奔向约翰兰民族救星，终于出现啦！总是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另外一场灾难的开始呢？1945年8月初6甲初9，美军伫日本广岛长崎国投下一粒原子炸弹，造成严重死伤。迄个15，日本天皇对全国进行广播，发表投降诏文，终结第2次世界大战，也结束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台湾民众欣喜若狂，规个社会掀起欢迎祖国的浪潮，
世界拢通看见民众咧越机仔咧发社会事新，甚至组成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搁组织光复致敬大汉，前往中国南京向国民政府致意。当当时，国民政府任命陈仪做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了代表受降，宣布台湾光复，家家户户拢张灯结彩欢迎国军。总是过无偌久，台湾煞出现粮食危机和物价高升的问题，规个政府的运作失序，人民的民心尽失，社会渐渐弥漫不安甲不满的情绪。到伫1947年2月28日，因为政府查缉私烟拍伤民众，引发2·8事件，除了难以计数的人受难，搁互台湾陷入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历史真相经过还原以后，人民才发现，早日心目中的民族救星，竟然是痛下击杀令的幕后黑手。对上帝的视角来看，历史不过是永恒年的浮光掠影。遐个蕴藏伫历史实况中不为人知的内在动机、私欲甲罪行，伫上帝面前是无法度藏秘的。检采伫当下，人看见的是亲像英雄的救星，总是伊的筋骨通看见是破坏上帝计划的人。就亲像这段经文的主角约翰兰，伫遐个受以实玛利俘虏的人眼中，宛然是拯救者。总是当咱搁继续看落去观察，伊却是甲这群残存的上帝子民带去埃及，远离上帝旨意，成做灭亡的罪魁祸首。所以，约翰兰到底算是英雄，还是侥幸呢？默想，当我拄着困境的时，是哪靠近上帝，还是离上帝哪来哪远？咱来祈祷，主啊，你捌讲，既然亲近你的，你要亲近因。求你帮助我伫面对试炼的时阵，会当用更较坚定的信心向你靠拢，更较因为你的救恩欢喜快乐。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